院教育係咪成功或者有冇收效咧？要等佢畢咗業幾年先知。你哋現在喺度，我只能夠計下你。我哋參加咗10個活動，但係對你有咩影響我都唔知，你就知。你必須要等你畢咗業離開呢個地方，然後要回翻個頭過嚟，而嗰幾年對我有咩影響，你先至有體驗。我諗每一個學生對於我嚟講咧，唔係一個統計數字啦。每一個學生係一個好獨立、好特別嘅個體啦。咁如果有學生喺度4年，或者甚至有啲6年、7年，咁同佢哋接觸，建立咗一個不單止係師生關係啦，好似朋友咁關係，咁我覺得係好珍惜呢一種關係啦。咁有啲學生可能只係喺度1、2年，咁都希望佢哋雖然1年或者2年都有機會放開自己，能夠融入書院嘅群體生活。